位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的时阵，有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伊讲利用过境甲美国的朋友见面，当面沟通，对两岸稳定甲区域和平有帮助。嘛希望中国小控制一下，反应唔通伤过头。不过中国是随提出反制。 因内阁代办宣布制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甲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两大机构。另外，中国国台办嘛宣布制裁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也佮有瑞金总统图书馆甲负责人。 总统蔡英文外交之旅上主要是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深化台美关系，互国际注意。我的关心是毋是有故意无真公开避免中国不满？总统讲，行程过境已经真一年啊，利用过境美国甲朋友会面是定定有的代志。我们能够跟美方能够有一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我觉得。 对两岸关系的平稳跟区域的和平，其实都有帮助哈。但是我也希望中国方面也可以自我克制哦，不用过度的反应。对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访问，讲两岸共属一个中国。蔡总统应讲是1979年代的讲法，甲现况有差。这个讲法是有跟现在的环境是有一些差距了啊。但是我们以现在的情境来看，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哈，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两岸互不隶属，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嘛。 蔡美会写台美交流的新里程，总统特别学到驻美代表萧美琴是优秀的外交官。不过中国国台办初宣布制裁萧美琴，讲伊是台独顽固分子。今今萧美琴甲家属进入中港澳，搁制裁远景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两大机构，讲因伫国际一直宣传台独主张，禁止伊的负责人进入中国。中国外交部嘛宣布制裁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甲瑞金总统图书馆甲伊负责人。萧美琴伫Twitter顶管表示，这是伊第二届互中共制裁。我相信。 这是对于台美关系未来能够更加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突破。那我们也预期台美关系会更上层楼。中方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过度的反应，我真的要告诉大家。 所有的国际媒体一定会善笑这件事情的。中共相关两岸紧张局势，海巡控陆伫台海持续巡航巡查，不过无拿查船只，嘛无提起互咱方新德南监控。中国广东海事局伫蔡总统回台当日宣布要伫珠江口进行射击军演，但近日表示政府掌握台海状况，嘛做好相关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中总统马英九去中国探望处，已经返来到台湾。 马英九讲，这抓去中国，可以对两岸重新交流有信心。那强调讲，九二共识阁活起来呀。嘛指控总统蔡英文是带台湾行向险路。伫现场有真侪国民党的立委来甲迎接，不过嘛有台独人士来抗议，批评马英九变作是习近平对外宣传的工具。 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制作进行学术交流，初7坐飞机返来，国民党立委费鸿泰等人到场接机散会。马英九表示，这段旅程可以对两岸重新交流产生真大信心。上重要一点就是9二共识阁活过来。92共识又活过来了，我用实际行动证明，坚持92共识，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和大陆就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可以尽速恢复交流与对话。马英九早起为上海坐飞机，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上海市台办主任钟晓敏、副主任李桥东等人亲自送机。马英九这次两岸交流划出第一步，除了邀请中国学生回访台湾，也指控蔡总统将台湾带入危险。我们的执政者把台湾带入险境。 未来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我会在民间继续努力，让台湾有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的安全未来。马英九返来台湾了后，台独人士到场抗议，动作手段互警方架走，批评马英九引进共产党，互台湾变混场，加做习近平大华山的风上头。 记者外口有国民党台北市机关指卡新号调民众告调下关马英九，台湾基进批评马英九是美国菜，假制造破中共。中国是决意要并吞台湾的集权国家，马英九却利用台湾的民主价值以及言论自由通敌卖台，这是对台湾历史的羞辱。臭要饭的
马英九提出两岸共属一中的论述，民进党多位立委批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马英九顺应中国的讲法是消灭中华民国。国民党立委安明凯反驳强调，马英九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规会明年开始做兵的期间恢复做1年，而且加强近距离战斗的训练，强化战力。国防部表示，包括夺岛、夺庆等等的课程，拢是属于近距离的战斗训练，嘛以双人对峙等等应用刺枪的项目来取代过去大部队面对刺枪的方式。咱来看联合报，有一只台湾乌熊伫去年底伫屏东布袋乡部落起防台死。经过4个月侦查，有查出一对姓颜的病仔囝，甲村民等等拢总7个人。最近3年来，杀死4只台湾乌熊。呼吁民众，若是乌白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是违法的行为。咱屏东县府嘛讲会加强来稽查。接下咱来看中国时报，全民发6000块的现金，为4月初10还点过。民众只要查证件，伫提款机完成5个动作，就会当领。金管会表示，所有银行、农会、企会、信用合作社的提款卡拢会当领，而且是拢唔免收手续费。继续咱来关心有关喙癌症的消息。指挥中心讲，清明连假了后，疫情较稳定，而且是持续伫咧降低，所以决定要调整喙癌的规范。本地伫大众运输、校车，也佮有幼稚园的专车等等，是强制爱挂喙罨。不过，为17开始会改做是建议挂喙罨，民众会当家己决定要挂还是不爱挂。不过，伫医疗院所目前也是规定爱挂喙罨。出门在外，遮侪民众挂喙罨是挂甲真惯势，但是清明连假了后，疫情指挥中心是考虑到疫情已经稳定，即摆已经伫价点阁一直咧降，宣布对17开始放宽挂喙罨的规定。自己有症状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年长、免疫低下的，或者是人潮聚集、通风不好的地方，规定戴口罩的这个公共运输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有建议戴口罩。校车、幼儿园的专车，还有校园接驳车，我们就比照公共运输，从规定改成建议，那一并都是在4月17号实施。大众运输、校车也是幼稚园的专车，拢改做建议挂喙罨，唔免阁强制规范。即马就敢若剩医疗照顾机关含救护车强制爱挂。说落来，后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要甲新冠肺炎对本地第5类传染病改做第4类。4月底、5月初，那会来进行。那详细的时间应该是下礼拜，会跟大家这个说明。那另外，指挥中心是不是随着这个改类之后，它是解编或者是降级？那我们也给行政院做了建议。那但是这个是行政院的职权，所以是会由行政院来宣布。那新冠肺炎以传染病的等级改类了后，指挥中心敢会降级？这个部分会由行政院去宣布。另外，指挥中心嘛讲，因为伫医疗院所内面，还有其他季节性的流行病，伫医疗含长照机构是暂时未放宽喙罨令。记者综合报道。真正伫咧清明连假期间，是真侪民众拢出国佚佗。不过，伫清明连假期间，就发生有旅行社竟然甲民众的护照拍无去，害一个伙仔因兜其中的4个人无法度出国。这个旅行社除了全部退钱以外，有阁赔偿1倍团费。咱观光局表示，若是旅行社甲护照拍无去，会当罚3万块。另外，台北国际春季旅游展览将会是头一天，是啥遮侪民众来遮行搭，希望会当买到较俗的旅程。咱做伙来看卖。清明连假出去佚佗，有民众向旅行社订越南国之游，委托旅行社代办护照甲签证。4月初1出发迄天，到期留在发现，因为旅行社疏失，护照无判件，随地因一个伙仔出国行程乌有去。事件爆发了后，旅行社出面回释嘞。他们在寄出的时间点上没有沟通好，那等于说变成他当成一般正常件在331我们的一个物流的状况之下下去高雄，也依照旅游契约书去赔付给客人100%的旅游费用。
严惩了公司的这个内部的人员。目前我们也是在加强我们的教育训练。业者承认所是答应的专业退费，同时已有赔偿一倍团费。观光局表示，旅行社若讲因为台湾护照无判件，依法会当罚3万，只是疫后旅游相机往北市国际春季旅店头一天去百位民众排队扣好康。坐火车过来嘛，怕太多人，坐火车塞车。我们是想买一些农场的住宿券啊，那一些看看这个国内外的旅游的机票啊。我们是参考啦。大众疫情解封，甲政府普发6000刺激民众旅游需求权。业者手工国旅团家己想上球会2日游限定平日出发，每人700块有找，也毋过餐费加小费另外计算。也有其他业者推出国行程，专供100万旅游团，西部非洲18个41天，每人爱1024000块。也有以促销给游览客，韩国首尔团体4日每人7000块起。航班在慢慢恢复，那我们目前观察到票价也有下降的趋势，大概下降1成到2成。经过3年疫情，传出不少旅行社倒去，都由于这条旅游市场欠感问题，敢会当关会府疫后复苏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其他的社会事。伫台中的外役家有一个姓邱的受刑人，清明连假期间，伊是登去婚礼探亲，不过已经超过休假的时间，煞是也拢无登去报道。有监视器就翕到因兜的人，其实伫咧初6的中昼，都已经在家再登去外役婚假的门口啊。想袂到伊所趁这个机会逃走，一路一直向市区去，甚至还阁坐车去到外县市。伫咧昨昏晚5点外的时阵，伫咧邦桥火车头的头前去互撞到。旁边等一下。何警方昨日是台中华役监的姓邱的受刑人，由朋友骑机车接应，本来拍算坐火车离开伫邦桥火车头，何警方掠到。我们在板桥火车站前，由板桥分局的员警及我们第4分局侦查队在共同的拦查缉获。其实关警查了，就已经知影姓姜的受刑人上报秘伫新北市邦桥，秘一天了后，伫邦桥火车头，互20外的关警掠到，结果斗阵掠到骑机车2班接平伊的一个女性共犯。警方整合相关单位，发挥团队精神，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犯嫌缉捕归案，以安民心。姓姜的嫌犯原本是初6中昼休假，由阿姐甲前某载到台中外役监外口，落车了后煞趁机回逃走，步行往市区方向离去，随后搭乘计程车前往台中高铁站北上。清明连假当日婚姻岛六故乡探视亲人，煞伫个休假进前1点钟逃走，各地警方全力合作。到傍17点钟来，就互警方掠到，详细逃脱的原因还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端疫苗雷线交易案件，树林地检署已经前早终结啦。照涉入罪，也阁有雷线交易罪，甲食药署疫苗的审查委员刘昌娥甲因牵手起诉。卫福部长谢水元讲，食药署一直拢有配合侦查、侦办，嘛相信司法会论功来处理。另外，指挥官王必胜讲，因拢有要求委员拢爱签保密同意书。想袂到，这个刘湘娥竟然是违反协议。代志爆出来了后，目前已经甲卫福部相关的职务拢辞掉啊。所以我们就核准他专案制造。去年疫情记者会，中央宣布高端疫苗通过 EUA 紧急授权，也毋过与会讨论的疫苗审查委员有人早一步泄露消息。刘姓被告呢，把这个重大消息泄露给施姓被告，那施姓被告在隔天重大消息公开前，就买入了高端公司的股票。刘昌娥毋但是食药署疫苗审查专家委员，也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代理所长。伊互检方查出，去年7月18，专家会议通过高端疫苗 EUA 审查了后，等于随后假后市政访问会议的情形，伊就泄露这项消息。那市政府赶伫中央发布重大消息进前，提前买20张高端股票，无到1礼拜分配出脱持股，不法获利超过15万，2个人分别予以涉入罪甲内线交易罪提起公诉。
检调开始调查之后，那我们食药署都一直配合啦，因为被起诉了嘛，我想司法机关就法院这边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卫福部长徐瑞元强调，所有会员拢有签订保密同意书，劳创局违反协议后续交付司法变更处理。那药监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也讲到，劳创局伫司法了后已经请示卫福部相关工作，静待司法调查。高端母公司旗下生技董事长张世忠，伫这件内线交易案指控伊证人团款。也毋过，伊另外涉及其亚生技非常规交易等案件，进行以30万高保护团暂还未结束。基亚公司的部分，因为有涉及到非常规交易、内线交易等等，尚待厘清，案情比较复杂，目前仍在侦办当中。这摆检方将结果端内线交易案，除了劳创局洪阿某，多数的人罪证不足，得到无起诉处分。另外，还有2人是核转由台北地检署承办。记者综合报道。长期阵有袂少人口买卖集团，甲一寡少年人骗去柬埔寨案件，互真侪家长心内是感觉真惊吓。最近伫台中的政治大学，有一个20岁姓林的查某大学生，前几天失去联络了后，因厝内的人已经伫咧4月初2报案。警方追查发现讲，这个查某学生已经为桃园坐飞轮机经过泰国去到缅甸。初步认定，这应该毋是甲人口买卖集团拐出国有关系。不过，伊一个查某囡仔人走遐尔远，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目前还佫当地调查。时间是顶个月29早起8点左右，画面内底都是失踪去的女大学生。敢是去有翕到伊位宿舍行出来了后，过车路去学校，结果是伊最后出现的身影。台中前期姓林的大学生传出失踪，家属铺上网络，叫人到走找，马向警方报案。警方证实，姓林的女大学生已经入境缅甸。警方目前已掌握女大生入境缅甸两光，正透过外交及警政署驻外联络官管道，积极查明女大生在缅甸行踪。警方调查，姓林的女大学生顶个月29 8点离开宿舍去学校，对查手机发现，伊有另外办一个手机号码。这个号码伫30早起8点定位伫咧桃园大园，尾也向移民署调资料，确认伊已经坐飞去伦敦的班机出境。不过，伊伫泰国转机的时阵就落飞机。这个月初2，家属向台中警方报案，警方伫初7证实。这个女大学生转飞入去缅甸仰光，警方初步排除伊是去卖人集团诱拐出国，不过是毋是有去 KK 园区爱国查证？这都是由跨国人蛇集团由境外的成员在脸书、IG 等社群软体，以高薪、酒店服务、招待旅游、免经验或财富自由等广告来征财，号召不特定人前往境外工作。诱骗被害人出境。警方表示，家属讲，这个姓林的女大学生甲查甫朋友才拄啊找1礼拜，目前掌握到伊出境的这段期间，拢是一个人。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当日查伊是单纯去找新男朋友，也是互人以员工的名义骗去缅甸。教部嘛统计，为去年5月初1到今年4月初6，校安通报海外工作诈骗案件拢总6案，受害学生囡仔拢总6个。目前已经掌握到2个咱国的学生囡仔准备安排回国。一个香港籍的学生囡仔，另外还有3个咱国的学生囡仔行踪不明，警政署当地继续协寻。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區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區上低16度，上悬26度；東部地區上低16度，上悬23度。咱來看外島地區上低12度，上悬20度。還有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聞。這2天天氣有較涼冷，天氣變化較大，大家都要注意，愛穿好少。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